按照員介紹，第二泳道葉卓謙重心，第三泳道吳俊熙重心，第四泳道張迪琪6波，第五泳道周浩正6波，第六泳道曹傑紅棉，第七泳道黃永謙擊刺，第八泳道李柏謙擊刺。葉卓謙！現在頒發男子200米個人項目嘅獎項，有請獲獎嘅運動員進場。有獎品邀請到泳總副理事長李富時小姐頒發。唔再睇唔知啊，睇唔到啊，佢嗰個位點解？